但係為咗唔好令仔女失望，所以佢仍然一早起身送佢哋返學，又湊仔女又做家務，真係非常好男人啊！其實周柏豪婚前緋聞多多，曾經同薛凱琪、江若琳、鐘希文、吳雨霏、連詩雅、吳千語以及何家千金何超雲同埋何超蓮等傳出緋聞，當時更加一度盛傳賭王開綠燈。當年何超雲親自到場欣賞周柏豪嘅舞台劇演出，仲買埋佢嘅 CD 同攞簽名。不過2011年何超雲就喺微博暗串，有人利用佢增加人氣，盛傳矛頭直指周柏豪。而喺大年初三赤口當日，陳山聰更加忽然喺微博連環發炮，話有人利用其他人搏見報啊！現年61歲嘅細龜黃一山，近年積極經營社交平台保持人氣，並喺內地多個地方開收腳鋪。日前，黃一山接受資深傳媒人汪曼玲嘅 YouTube 頻道訪問，黃一山提起兩個仔，更係露出一副慈父樣。講到大仔黃仲恒喺7歲嗰陣，證實患上先天罕見病腦白質發育不健全症，生活上面唔能夠自理，要坐輪椅。黃一山表示一開始難以接受，話 IQ 正常100，但我得80，我自己都低能，就唔期望個仔咩啦。我都幾聰明嘅人，我老婆又唔係蠢嘅人，諗住生個仔好好培養佢，點解會出現呢啲呢？佢話大仔呢個病大多只係能夠活到10幾歲，部分更會先失明之後離世，但喺家人嘅悉心照顧之下，大仔而家已經接近30歲，